顿悟入道要问论，大珠慧海禅师著。稽首河南十方诸佛，诸大菩萨众，弟子今作此论，恐不会圣心，愿处忏悔。若会圣理，尽将回施一切有情，愿以来世尽得成佛。问：欲修何法，即得解脱？答：唯有顿悟一门，即得解脱。云何为顿悟？答：顿者顿除妄念，悟者悟无所得。问：从何而修？答：从根本修。问：云何从根本修？答：心为根本。问：云何知心为根本？答：楞伽经云：心生即种种法生，心灭即种种法灭。为无境魂，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即佛道净。依教境魂，但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境魂圣人求心不求佛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，智人调心不调心，有人调心不调心。佛名境魂，罪从心生，还从心灭。故知善恶一切皆由自心，所以心为根本也。欲求解脱者，成事识根本。若不达此理，虚费功劳，以外相求，无有是处。禅门境魂，以外相求，虽经劫数，终不能成。以来各观，如一念頃，即证菩提。问：夫修根本，以何法修呢？为坐禅，禅定至得，禅门境魂，求佛圣智，要即禅定。若无禅定，念想旋动，坏其善根。云何为禅？云何为定？答：妄念不生为禅，最见本性为定。本性者，实理无生心；定者，对境无心。八风不能动，八风者，离衰废欲清饥苦乐，是名八风。若得如是定者，虽是凡夫，即入佛位。何以故？菩萨戒境魂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。得如是者，即名解脱，亦名达彼岸。超六道，越三界，大力菩萨，无量力尊，是大丈夫。问：心住何处即住？答：住不住处即住。问：云何是不住处？答：不住一切处，即是无住，即是住无住处。问：云何是不住一切处？
不住一切处者，不住善恶有无内外，中间不住空，亦不住不空，不住定，亦不住不定，即是不住一切处。只故不住一切处，即是住处也。得如是者，即名无住心也。无住心者，是佛心。问：其心是何物？答：其心不青不黄，不赤不白，不中不短，不去不来，非故非净，不生不灭，渐然常寂。此是本心形象也，亦是本心。本心者，即佛心也。问：心以何为见？是眼见、耳见、鼻见，及心定见的。答：见无如彼种见。问：既无如彼种见，复何见呢？答：是自性见。何以故？为自性本来清净，暂然空寂，即于空寂体中能成此见。问：即如清净体尚不可得，此见从何而有？答：如有明感中虽无相，能见一切相。何以故？为明感无心故，学念若心无所念，妄心不生，我所心灭，自然清净。以清净故，能生此见。法故经云：以毕竟空中即能建立，是善知识也。问：涅槃经金刚心品，不可见，了了见，无有知者，无不知者，云何？答：不可见者，为自性体无形，不可得故，是名不可见也。然见不可得者，体积暂然，无有起来，不离世流，世流不能流，坦然自在，即是了了见也。无有知者，为自性无形，本无分别，是名无有知者。无不知者，于无分别体中，具有形三之用，能分别一切，即无事不知，是名无不知者。法力既云：法力无知，无事不知；法力无见，无事不见。问：经云：不见有无，即有解脱。何者是不见有无？答：正得净心时，即名有。于中不生定净心相，即名不见有也。得相无生无住，不得作无生无住相，即是不觉无也。故云不见有无也。楞严经云：知见入知，即无明本；知见无见，是即涅槃，一名解脱。云何是无所见？答：若见男子女人及一切色相，于中不起爱憎，以不见定，即是无所见也。问：对一切色相时，即名为见；不对色相时，亦名见何？答：见。问：对物时从何见？
不对物时，分何有见？答：今言见者，不论对物与不对物，何以故？为见性相故。有物之时则见，无物之时也见乎？故知物自有其来，见性无来去也。自今业呢？问正经物时，见中有物乎？答：见中不立物。问正经无物时，见中有无物乎？答：见中不立无物。问有声时则有闻，无声时也得闻乎？答：亦闻。问有声时总有闻，无声时云何得闻呢？答：今言闻者，不论有声无声，何以故？为闻性相故。有声时则闻，无声时亦闻。问如是闻者是谁？答：是自性闻。亦名知者闻。问初顿五闻以何为宗？以何为旨？以何为体？以何为用？答：无念为宗，妄心不起为旨，以清净为体，以智为用。问既然无念为宗，未信无念者无何念？答：无念者无邪念，非无正念。问分何为邪念？分何名正念？答：念有念无，则名邪念；不念有无，则名正念。宁念善念恶，名为邪念；不念善恶，名为正念。乃至苦乐生灭，取舍万亲情爱，并名邪念；不念苦乐等，则名正念。问分何是正念？答：正念者，为念菩提。问菩提可得乎？答：菩提不可得。问既不可得，分何为念菩提？答：即如菩提假立名利，是不可得也。亦无正后得者，为不可得故，即无有念。只故无念，是名真念。菩提无所念，无所念者，即一切处无心，是无所念。只如上说，如虚种无念者，皆是随事方便，假立名利，皆同一体，无离无别。但知一切处无心，即是无念也。得无念时，自然解脱。